我们连队啊，跟普通的连队、跟其他连队不一样，是有区别的。你们连队不是普通连队，那我们连队就是普通连队了。我告诉你，旅长，听清楚了，也记住了。你们连之前获得的立功机会跟那些荣誉，是因为好的机会都给了你们连。如果把那些机会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啥意思啊？你跟我说这个，是想跟我抬杠是吧？好，你要抬杠，我好好跟你抬啊。我们战刃连成立才几天，成立这么点天数的战刃连取得的成绩、受到的嘉奖，放在桌面上，有哪个连队敢跟我们比一比？我们战刃连那就是2情里的精英连、尖刀连、王牌连队，我到哪去都敢抬起胸脯跟任何人说这个话。行，消消气儿，消气儿，别跟我争了。哎呀，争来争去呢，也争不出来个结果。咱俩别因为什么鸡血人血的事儿较劲了，战场上见。我相信吕里对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公平的交代。大奎子啊，临走我跟你说2件事：一，你欠我们连欧阳俊一个道歉；2，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，原本我以为就是2个连互相对抗，谁有能力谁上，增加一下训练的强度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们战刃连这次百发百中任务正定了。再跟你说一句话啊，我们连队各种茶叶有的是，想什么时候喝，欢迎你随时去。我喜欢咖啡，咖啡一样有。我们想了很久，也看了很久。自从下达发射任务以后，各个连队都使出了自己浑身解数，都希望能争取到这第100枚导弹的发射机会。大家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。我和政委想来想去，到底给谁和不给谁都似乎有失公平，因为你们真的非常优秀，你们也真是旗鼓相当。我们想来想去，到底给谁呢？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大转盘，从1连到战刃连，咱们选一个人出来转，转到谁就是谁。鲍旅长，这不公平。怎么不公平了？我怎么知道这个转盘有没有动过手脚啊？比方说，每一次转都会恰巧的指在某一个连队上。报告，易连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你可以上去转试试。假如每次转的都不是同一个连队，说明转盘没问题；假如每次转的都是同一个连队，那也不能说明我们作弊了，那只能说明政委和旅长作弊了。行了，别争了，坐。大转盘在这儿，你们谁要是不相信，可以上来试一试，转两圈，验验货。还有啊，这摄像机在这儿呢，正在向各连指战员做现场直播。我们旅里头肯定没有弄虚作假。怎么样？谁上来试试？连长，你不相信，你试试。报告，我来。我还是回去吧。别想给我下套！我不转。我这怎么叫给你下套呢？转怕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相信这个大转盘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就是在想，如果我现在上去转，万一指到我们连队，从概率上来说，一会儿真正开始的时候，就应该不会指到我们连队。所以呢，我不想浪费我们连的好运气。易连长，你说的对。旅长、政委，我也想去上去试试。可听完易连长这么一说呀，我决定，我也不浪费我们连的好运气。那问题来了，旅长、政委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你看看，这易连长又不相信，又不想试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不是吕正，当着旅长跟政委的面，咱俩能不能先别掐了啊？现场直播那看不到，丢不丢人？是，直播咱不能掐。怎么？你们真的不愿意上来检验一下这个大转盘有没有质量上的问题吗？那好，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们就先摇了。从1连到战日连，概率是1/9，不管摇到哪个连队，你们都要相信这是最终的结果。没有异议吧？没有，没有异议。那就请政委你来摇。好。王俊，到，过来。指导员，大家都在庆祝，不去参与一下？咱们连拿到第100枚导弹的发射权，你很可能成为发射号手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这么喜庆的事，你好歹笑一下嘛，要不然很尴尬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我和连长，包括你的同学们、战友们，都很看好你。指导员，我一点都不看好我自己。又来了是吧？不就是那件事儿吗？这不都过去了吗？没有，我真的觉得那件事没过去。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。我现在要去旅部找政委，主动要求受处分。那就算你要去旅部申请处分，那能不能等第100枚导弹发射完了以后再一并处理啊？不行，指导员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忍受这样的精神折磨。我不想再背着这个壳一直活下去，它太沉了。指导员，我欧阳俊是一头牛，但也是一头斗牛，绝对不是蜗牛。去吧。政委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跟您承认错误，是我自己爱慕虚荣，欺骗了我的父亲，也欺骗了领导，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。我知道这件事是一件严重违反部队纪律的大事，所
所以我主动要求李玉礼给我处分，我都接受。但是政委，我在这也表个态，如果我以后还能继续穿这身军装，我早晚有一天会穿上照片里的衣服。我必须考学，必须体干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我说完了。前几天写血书的时候伤好了？没事儿，小伤。挺血腥啊。血腥谈不上。政委，我就是想争第一，在任何人、任何领导面前，我都毫不避讳地告诉他们，我欧阳军就是想争第一，我就是要做一柄出色的、优秀的、合格的火箭兵。我要在部队好好干。这身军装的事儿，是我自己走火入魔了。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，也成为了战士们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我想清楚了，我不想再背着这么沉重的精神压力活着，我要把这个压力丢掉。与其让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不如坦然面对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，也不用做什么给别人看，做好眼前的事情。回去吧。政委，就这么晚了？怎么，我这个政委说话不算数吗？不，算。那这处分，请记着。大哥，老妹，这事儿吧，你也别愁啊，不是所有的车辆都拉回厂里面容了，现在就是一个清点和移交。那你看大家伙都嚷着要新装备，那咋的？新装备来了啊，你想要；老装备你还想占着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咱们现在啊，就是小范围的更换车辆，这马上就要实弹发射了，肯定会让你有车开。但有一部分老车，是不是直接就拉靶场当靶子去了？这个不就是咱们的传统吗？对吧？肯定呢是把那车里面的重要零件一拆出来，那车就是个空壳子了，是吧？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。我呢知道你对这车呀有感情，可咱们现在重点呢得放在备考上。至于这车你是回厂容了，还是拉到靶场上去，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，军人嘛，人要服从命令，这车它也要服从命令。那就不能给我留一辆吗？哎呦，我说这不是班长，你有的时候倔起来呀，你就特别倔。咱们停车场啥情况你不知道吗？一个萝卜一个坑。那现在旧装备车辆，一部分啊停在仓库里呢，还有一部分就那么露天放着呢。那新装备车辆一来了，老的肯定要让位置，挪个坑。那你不能说你天天盼着想着要这个新装备新车辆，那老装备老车辆你也不撒手啊。咱们啊是主战部队，这不是这个停车场大仓库啊。哎，你给我加一个车位不行吗？就留一辆，就把321给我留下。真不行。
小卓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咱们郎班长最近这个心情啊，是越来越消沉了？是啊，自从这个发射车被拖走以后，他就魂不守舍的，又跟着装备管理科去代机库了。哎呀，我师傅跟这个车的感情啊，是真的很深啊。是啊，那发射车就是班长的老婆。老爸，啊，哎，怎么了？你看，这我师傅年轻的时候。是啊，没想到班长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小鲜肉啊。哎呀，那当然，我跟我一样。哎，这电话号码是谁的？哎，你赶紧放回去吧，咱们干完活赶紧走啊，下午还去代机库呢。班长，你这午饭也没吃，晚饭还吃吗？不饿，搁那儿吧。班长，我陪你聊会儿。这车浑身都是故事啊！这个位置原来有一个大坑，是我当兵第20年的时候参加部队比赛划的。当时本来说要换，厂家不给换，厂家说换了更麻烦，要大拆。还有这个轮胎，这也不是原装的轮胎，是改进后的设备。现在这东西真的先进了。半充气式轮胎，基本上都已经实心了，又结实，还能自动充气。但是就是你开着会不习惯，对驾驶员是有挑战的。原来习惯了这个轮胎的弹力，那驾驶的感受。未来你们对新的装备也是一样，很像你的老婆整了容，比以前变得更漂亮了。但是你得习惯一下啊。这块板子看得出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？颜色不知道，这是我自己喷的，天衣无缝吗？我应该是个画家，我应该。321。哎呀，那天我忽然被老狼感动了。他就像找到了一个终于能听他倾诉的对象一样，给我足足讲了2个小时。那辆321他开了10年，10年过去了，我们班长一直伴随着这辆车。可是现在，这辆车要返厂熔炉了，他的心里当然很难过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知道这3颗星什么意思吗？知道，发射过3枚实弹。咱们火箭军大大小小那么多发射车辆，发射过3枚以上实弹的，你猜能有多少辆车？我觉得超不过100辆。不光战士有功勋的战士，车也有功勋的车，装备也有自己的荣耀啊。在我心里边，它是有生命的。
人应该在这儿。在这儿。嗯。你看，班长，哎，搭把手哎。哎。我就喜欢这车盖上这个伪装码，看着威武霸气、壮实。哎，这么威武霸气的车，何长阳啊？何影？我知道你这几天一直围着这车，又是擦的，又是给它照的，对这车肯定有感情。你心里咋想的呢？我都明白。这按理说哈，咱们呢不允许跟这装备合影。嗯。可是我呢？跟旅里打了个报告，旅里说了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允许你啊跟这装备合张影，留个纪念。能合呀？你看人我都带来了，设备、相机。来吧，那来吧，来吧，来，你挡着，来，开始。唐班长，你往前来点。哎，这咋黑了？那个镜头盖。哦。准备，老班长。3、2、1。不是你干啥呢？嗯，这么威武雄壮的车，你这样，你摆几个造型好不好？你这太死板了。摆几个造型来。造型啊？啊，摆点。对。老班长，你多摆几个造型，我给您拍的好看点。大戏啊！啊。3、2、1。干哈呢？睡着了？那躺车上睡了，那再来一个。不行啊，这个你换一个，自然点。自然点哈。对，你自然点，你放松一点。啊，再来一个，来，想一想。突然一合影，我这搞得有点松弛点。不是，再来一个啊，放松啊，放松了，找着角度啊，来，准备了，老班长。来，好。3、2、1。啥造型？嗯，不，我不说你造型了，班长，你面带点微笑好不好啊？我笑了。哎呦，你这面无表情这不行。我有表情啊，来你自己看，有没有？老班长，您这确实没有笑。能不能笑一个？我能笑吗？让呢？确定哈？笑还不简单吗？我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笑一个。笑啊！哎，笑，这回正儿八经笑了。好，这回笑。来，老班长，咱这回真笑了啊！好，来，准备了啊！3、2、1。连长，啊，这批车什么时候走啊？大后天吧。知道了。笑一个啊。有啊，来。
1、2、3。班长，还跟那儿想车呢？你想再多，这车呀，该走的还是得走。啊，是啊，班长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做一个1比1还原的模型，然后在那车上喷上321，你看行吗？拿我当小孩了。我根本没想车，我想的有用吗？该走的东西，迟早得走。来，不走，出去溜达溜达去。哎呦，这本书不错啊。没事吧？啊？是啊，这都魂不守舍了。班长，你这干嘛呢？班长，班长，别这样啊！大中午的你在这跑步，你可别吓我呀！班长，班长，见过轴的，没见过像你这么轴的。班长，我要走了。年底。班长，你们干嘛来了？这车今天刚从待机库拉回来，我们想帮他清理清理。师傅没别的意思，这车明天就不是被开走了吗？我们哥几个寻思着跟这车都快出了1年了，我们给擦一擦。车早擦完了。你们要是愿意擦呢，就再擦一遍；不愿意擦呢，帮我把最后的数据核准做完。
明天一早交给装备科。哎，师傅，那明儿这车谁开呀？你开。擦完了呀，先做数据吧。你记一下。总里程13001，上月里程145。11月8号。哎，宝宝，今天几号？7号。7号。哎，你来看。说这事情真是挺奇妙的。班长，都上车了？都上车了，就等发车命令了。我那321呢？挺好的。绑得牢牢的，放心吧。那你们俩回来干嘛来了？不看着列车发车，有始有终。班长，既然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去送送他，有始有终比较好。对。你说出来可能心里会更好受一点。我不去，去了也是难受。我想开了，这装备是有生命，可它总有离开你那一刻呀。人嘛，总该放下一点。想明白了挺好。谢谢你们啊，前几天情绪不太好，对不起你们了啊。没事儿，班长，既然事情都过去了，要不把那个故事给我们讲一讲？大伙儿也挺担心你的。师傅，照片的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你们想听这张照片的事儿？坐吧，坐。哎，坐。那是我当兵第20年时候拍的，当时已经准备好回家了，说什么都不想干，就想退伍。后来班长跟我说：“老狼啊，多把几年舵吧，270里不能没有你。”山东口音。可我就是想退伍，说什么都不想干。20年，太累了。连里让我参加 GTW， 那年考的是极速发射，我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，我都不知道我的车停歪了5厘米，我也没有核实最终的数据。
一枚蛋呢，多珍贵啊！当我把这个错误数据告诉班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问题了。我恨不得马上把那个正确数据告诉班长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就因为那次操作失误，班长丢掉了全军大比武的资格。应该是那次操作失误给他的打击太大了，就连年底的士官考核都名落孙山。在最后复员的时候，本来他可以选择留在部队，还是回来山东老家复员了。你们说的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就是班长当时给我拍的，后边还留了他的电话号码，说要想他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。可是我一直都没拨出去，不敢，我心里还是不想让他知道那件事。想不到吧？啊？你们眼里的老班长，也有这么不堪回首的时候了。2系0旅，车神老狼，丢人啊！我这几年一直在部队里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其实一直在赎罪。因为班长希望我再多把几年舵，所以我发誓我要干满30年。可是现在321都上车了。师傅，我觉得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，倒不如索性您跟他联系联系，或许他早就知道，或许他已经原谅你了。是啊，班长。如果他在退伍之前真的知道这些事情，知道这个真相，他又在这个照片后边留了电话号码，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原谅你啊。他肯定希望未来有一天，你能当面跟他说声对不起。我没脸打。班长，班长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坏消息，军烈因为临时调配原因，暂时不发车了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，装备车不能在外边过夜，所以咱们旅派了几辆工程车，把车给拉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啊，真的。都是些小事，你甭管了。哎，这车晚上停在这儿，有岗哨吗？有啊。谁站岗？当然是你呗。哇！谢谢连长。哎，你瞅着这人啊，一辈子就想跟这车过，媳妇儿都不要了。
85年的柴油啊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找的，劲儿大味儿足，一会儿都给你灌给就行。明天好好做。原地加油！祝你生日愉快！唱。这，许个愿吧。嫂，接个电话。谁啊？接就。我过生日搞得跟给我过生日啊？嗯？永成啊，是我，班长。也不说话，跟班长聊聊。你要是不说，那我说。因为这个秘密不能再憋着了，要不你过不去，班长更过不去。那次实弹发射，因为5厘米的偏差和我的错误相比，微不足道。是班长当时太紧张了，太想打好这枚弹，以至于校对的坐标参数出现了偏差，所以那次失败是班长的责任。谢谢这帮战友吧。没有他们，我今天打不了这个电话。就是班长再想你，再想大家伙，班长也没这个勇气。班长，我真的想你啊，班长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不要再背着这个包袱了，好吗？我真的想给你打电话呀，班长。我答应你，在部队干满30年。可是321要退役了，我也要退役了。我今天正给他过生日，想不到啊，全连的人给321过生日，喝的是85年的柴油。各位战友都准备好了，都看我这里，看着镜头，1、2、3，号手就位！
谢了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没见过你打篮球。行啊，比比，来5个，来。还是4比4啊？这球进了，可就5比4了。那还是4比4。不算了，那我就随便一投。聊聊。聊了。今天怎么了？心情很特别啊。没什么。我觉得你有心事。我有心事？嗯。叫什么来着？哦，那个叫梁洛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上次你从青岛回来，就一直在看手机，而且每次看完手机都会失落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些？不太像是你的风格。我什么风格？高傲、冷漠、不近人情，还是自以为是？这都是你说的啊。我有时觉得，这些风扇就像那些老兵一样，不停地转啊转，不断地把新鲜的空气抽进来，自己却忍受着潮湿和憋闷，日复一日，永不停歇。可是他们转着转着，就衰老了。你还记得那些旧装备退役的时候？你看我王班长，平时那么样的一个人，哭起来像个孩子。当时就在想，是一个人能对这些装备有这么深的情感，何况是兄弟呢？
小朱，谢谢。谢谢我。咸鱼很好吃。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为什么突然说这些啊？老兵了。喂，老兵，能重新认识你吗？黄老师，您好。突然收到您的来信，我很惊讶。能够联系到我，想必您也费了一番周折。正如您所期盼的那样，我们都希望欧阳俊这个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，但他从小就很倔强，要强得很。当兵对他来说，也一定是无奈的选择。这些年来，我跟他联系了很多次，希望他跟我到国外来读书，但都没有回音。他肯定是怨我当年不辞而别，但那段不幸的婚姻，我真的别无选择。再次感谢您，感谢火箭军的领导对他的关心和爱护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当面和他解释清楚，更要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。我想，再大的隔阂也都是暂时的，因为他永远是我的孩子，谁都无法割舍亲情。我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。我自己从来都没想过会迈出这么艰难的一步。可能这就是咱们这一行的痛苦吧。医不自医，道理都懂，可就是无法说服自己。谢谢你们，我走出来了，有你们陪着，真好。该我了。我叫黄文，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准确来说，是我的导师让我来这里的。我的故事很简单，我和我的父亲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。当然，我们没有任何矛盾，我们也没有吵架。准确来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。当然，我很爱他，真的，我很爱他。我希望我能永远陪在他身边。谢谢。
爸，哎，我调岗了。调岗？去基地。去基地？总院的条件虽然好，但我还是想让自己更多的锻炼。你也应该知道，火箭军都在大山荒漠里，来一次总院，那要到很严重的程度了。火箭军领导号召专家下基层，服务到一线，解决战士们的心理问题。我是第一个报名的。那是借调还是？不是借调。啊。爸，我加入的火箭军是您的意愿，我今天做这个决定，你应该为我高兴啊。我给您倒了点热水。烫。那我去收拾一下。文文，你等一下。小心。文文，爸爸知道，火箭军的导弹基地都是高度的机密，你能给爸爸指指，大概在哪儿吗？咱们现在在这儿，我们的基地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好远呐！爸爸支持你，你赶紧上去休息啊！如果不忙，可以看看，在文章的后面可以点击留言，我会在线交流战士们的每一个问题，更欢迎你。欧阳俊，请允许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你的母亲。这些年来，她一直都在联系你，无尽的自责和亏欠始终困扰着她，请给她一个机会好吗？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，她当初的决定也是被迫的选择。我相信你们之间也许就是一个问候，或者说一个会心的微笑，所有的隔阂都会烟消云散。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就是海阔天空。请一定要相信我，好吗？黄老师，您好，来信收到。
我在国外，信件都由亲戚转寄，再加上不太会使用互联网，所以每次回复都很慢，真的很抱歉。感谢您把欧阳俊新的联系方式给了我，而且他已经给我回信了。如您所愿，我们聊了很多，聊得很好。他说他从来都没有怨恨过我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曾经的那段岁月。他还说期盼着能和我相见，他很想我。再一次谢谢您，感恩能够遇见您。我已经联系了我的母亲，她很好，谢谢你。如果你联系了她，证明你迈出了很大的一步，祝贺你。对每个人露出微笑，你会收获的更多，可以试试。班长好，你好。好点，好点。哎呦，我防了，连长好帅！哎，干嘛呢？打球有病啊你！现在你没事了，来，投了啊！发野，发野！来，发开始，来，连长加油！孩子们，上课了。行了，你就便宜点儿，我又不是第一次买了。再说了，这些东西除了我，谁还能要？不是，真不能便宜啊，亲。你说我这么远的路过来啊，我这车不得加油啊，是吧？你这都是国产的面膜，你卖的都是进口价，国货当自强啊，是吧？国货不比进口差啊！你作为一个革命军人，是不是你也带头用国货呀？我没说我不用啊，但是你这面膜你太贵了，照这个价用下去，我很快我就用不起了。我要不是因为这我收不到快递，我都不从你这买，人家网上那都是包邮的。我也包邮呀，亲，我何止包邮啊，我包预订、包采购、包配送一条龙。你快点，7块钱一片，50片我全要了。9块，少了不卖。你这人咋这么轴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我们连长来了，看到这些东西，你这买卖就黄了，知道吧？真心想要是吧？行，好，那这样，你看啊，这盒50片，那我算你8块一片，行吧？5、8、400，你等着啊。
来，再送你俩面包。这面包不多少钱啊？8块，够意思吧？8块，28、16，400减16等于384，那384除以50等于7块6毛8，50片，全要了。等会儿，7块6毛8，我不是卖你8块吗？我怎么还赔钱了？你这进价不得算成本，成本不得算钱啊？不，买是买，送是送，一码归一码。你要不是这保质期快到了，我能给你，没，哎，500，喂，8块400全要了，过来，400，回来，行，400啊。哎，好嘞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合作愉快啊！哎，有事随时给我发微信啊。保质期在哪儿啊？没事儿，还有1天才过期了，还能吃，死不了。那你咋不吃呢？我吃不起。你呢？给我啦？哎，行，午饭有了，那我走了啊，我发微信。连长，有隐蔽啊！吃面包。我抽你一箱面包，下来。去哪儿啊？行，这检讨呢写的还算挺深刻的。其实啊，你作为咱们连里为数不多的女兵啊，买一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，必要的物品是吧？情有可原。但是你不能忘了咱们部队的保密纪律。你看，你隔着栏杆跟外人买东西，那你知道他车里面有没有监听的设备？那这个人的底细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你都不清楚，是吧？以后都要注意。吕连长，黄文同志，您来了。正好，严一兵，黄文同志呢要在咱们连住几天，跟你住一个屋，你把那下铺呢好好的收拾出来，好吧？是，连长再见，黄文老师再见，辛苦了。连长，您这是要抢我饭碗呢？这个战士啊，就看这些杂书，我呢就给没收了。看书不是好事儿吗？您没收人家干嘛呀？你看这书吧，他看完之后，他分析我、琢磨我、研究我。那你一个战士老分析连长，这多可怕的事儿！您是不是也觉得，其实心理学还挺有用的？还真别说，我看了啊，倒是挺那个，挺没啥用的。我看了，我感觉他就跟这个，算命的呀、手相啊，什么阴宅阳宅风水啊，跟那星座差不多，都这个东西。那您要这么说，那我不是白来了？哎呦，哪能让您白来呀？基地副司令员亲自打的电话给旅长，旅长反复叮咛我说：“您来了，一定要全力以赴配合好您的工作。放心啊，一定全力以赴配合。”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看，来，我给你拿椅子。您说，喝水啊。我的抽样数据跟踪呢，一直都在持续着。夏卓、欧阳俊这批大学生战士已经入伍1年了，但是我觉得呀，其实第2年更加关键，因为他们要面临更多的转折，比如提干、考学、转士官、退伍，这些重要的情绪波动，我都要收集。是，一个战士的心理因素确实是比较重要。可是你搜集这些数据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个我就有点不明白。比如说，
咱们成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，这个数据库由战士们的成长数据构成。如果这个数据库可以完善下去，成为一个庞大的评测平台，那么以后再有新兵入伍，咱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大数据看出这个新兵未来的发展趋势，以及他能够走多远。这个吧，我这有点不太苟同了。怎么说？一个士兵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确实都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它这里面有一个变量，这个变量你是测不到的。变量？对，一个人的情感。这么说吧，假如一个人在面对一个特别重大的事情上的时候，他不是靠那几秒钟的心理分析出来的，他做的这个决定，他是根据这一个人的性格，还有当时他的情感做出的这个决定。就是心理数据和一个人的情感，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来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好吧？你看我这个人，我为什么考军校？特别简单，其实，就是因为我家里啊，当时没什么钱，哎，这考上军校了之后呢，公吃公住，还给穿衣服发内裤，甚至呢还包分配啊，铁饭碗。于是呢，我这毕业了，毕业分配之后呢，就分配到咱们2期领旅了。可是当时的我说，在部队到底干多久，干到什么时候，喜不喜欢，完全没有概念。我最开始来那几年，脾气又不好，偶尔呢还打了几次架，仗着自己军事素质高，业务能力强恃才傲物。我同年兵都跟我说吕征这个人啊，最多干到正连就走人。可是你看现在，2杠1副营职的干部了。我不但不想离开部队，甚至我还热爱了部队。就因为当时我遇到了我的连长，和我现在的旅长，还有我身边这些兵、这些战友、这些兄弟们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我遇不上他们，可能我早就离开部队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一个人的心理数据我们可以采集，一群人的心理数据我们也可以分析，可是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替的这种关系的变化。与其你让我相信一个冷冰冰的心理数据，我可能更相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。我听明白了，其实您根本就不相信心理学，您买这些心理学的书籍，只是为了学习它，然后批判它。其实您从内心不接受心理学。没有，我呀没想着不接受，也没想着说批判它。怎么跟你说呢？这样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说一个新兵分到了连队里，是按照你说的啊，当今社会上咱们都用数据参数来看他。那假如这个新兵到了连队，我们也靠这些心理数据来看他，可能你就给这个新兵定型了，甚至靠这些数据就能分析出这个兵未来的走向。那假如一个连队的主官也看这些数据和参数，不看这个人，那你就是用有色的眼睛来看这个兵。花花同志，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事情不是1+1就等于2。不对，吕连长，我觉得您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说的这个数据是人和……你看我呢在部队这么多年了，我迷茫过，惶恐过，暴躁过，可是是什么让我坚持的留在了部队？是我身边的这些战友，是部队给我的教育，还有部队铁一样的纪律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这样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呢既然来了，你放心，上级领导派给我的任务，我一定坚决的执行，一定全力以赴配合你。没事啊，吕连长，我们现在不急着说服对方，反正时间还长，我们用事实说话。好啊，行。报告。进。什么事啊？连长，我听说黄医生过来了，我想跟他见个面。行，正好帮我拿着行李，把黄医生送到卫生队宿舍啊。是。
是你老瞅着我干什么？你跟这瞅我瞅毛了都。是不是你偷吃？我偷吃？王班长，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连偷看我都不敢。为啥？我怕再给看丢了呀。来的时候4只，啊，丢了1只，严一兵喂死1只，啊，仅存的2只，我拿它们当大熊猫一样喂养的呀，谁知道就剩下1只。那你说，这栏杆是好的，鹅没了1只，难道是